我今年咧係會 cosplay 呢個嘅聖誕老人嘅。香港聖誕公共假期係有幾多日咧？美國幾時將聖誕節成為聯邦假期？唔係，靜一份。Yo， 各位大家好，我係 Jane， 歡迎翻嚟到我個 channel。咁今日條片就會同大家咧去記錄我點樣去籌備我呢個中學生涯最後一年嘅聖誕聯歡。咁今日咧係12月12號，咁係星期五。咁我嘅聖誕聯歡咧係12月22號。咁我10日嘅時間去進行我嘅籌備嘅活動同埋買禮物。咁今年咧其實我除咗會寫聖誕卡呢個係基本嘅活動之外咧，我今年咧係會 cosplay 呢個嘅聖誕老人嘅。同大家預告定咧，我呢個送禮物咧唔係咁簡單，想知發生咩事咧就緊貼我條片繼續睇落去。而家係12月20號10點16分，我哋經歷咗1日嘅時間咧，我終於將聖誕卡寫好，然之後將啲禮物包好咗啦，已經11而且我即刻俾大家睇下嘅成果，我哋準備3日。各位，呢個咧就係我嘅禮物。OK， 其實大家咧鏡頭就係見到前邊呢啲啦嘅，但係其實唔係嘅，我側邊咧做好多份禮物，就到時我就會扮演呢個 cosplay 聖誕老人，跟住就會答問題，然之後就會送俾佢哋啦。咁咧希望大家會中意我預備嘅禮物啦，我都好期待嗰日會發生啲咩事。咁我哋星期一見各位 ，Let's go。好未啊？今日係咩節目啊？各位，今日係聖誕派對嘅正日，咁樣我要開波聖誕老人啦。嗱，喺 NBA Christmas Game 入邊，平均得分最高嘅邊個球員？均場打咗3場嘅。嗱，有 A 係 Luka，B 係 Tracy McGrady。Luka 定 McGrady？Luka。我俾你揀多次。Tracy McGrady。啱，答得非常好。佢係平均有43.3喺3場機入邊嘅。我要問問題。係啦，一件，係我諗嘅。下個。我先嘅。嚟，你可以問啲好啲嘅。OK， 好。美國幾時將聖誕節成為聯邦假期 ？A 1870年 ，B 1900年。1999。嗱，我覺得咧，我覺得遠古時期咧應該會準少少嘅。咁你 A 定係 B 啊？我呢個啦。1870年定1900年？1870。哇，答得好呢個！1870年個總統咧叫做尤利西斯格蘭特簽署嘅。好，答得好。聖誕節前夕即係平安夜，啲後生仔最中意邊度倒數啊 ？A 蘭桂坊 ，B 維多利亞公園。蘭桂坊。答得好啊！簡單 easy peasy 啊，呢個真係。Merry Christmas 先。聖誕節嘅紅色同綠色象徵緊啲乜嘢 ？A 血同生命 ，B 熱情同和平。咁係 A 定係 B 啊？血同生命定係熱血同和平啊？答得好，非常好，答得非常。嚟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拜拜。喺2015年、2016年同2017年呢3年期間咧 ，NBA Christmas Game 咧都係其中都有2隊喺不斷對戰嘅。請問係邊2隊 ？A 火箭隊騎士 ，B 熱火隊湖人。OK， 答得非常好啊！ OK， 要俾埋解釋你啊。其中咧喺2015年咧，勇士咧係贏89比83，而2017年係99比92嘅。OK，Merry Christmas。喂，你哋冇啊？喂，靜一份，發先，喂！簡單嘅2000年代最多人觀看嘅 NBA Christmas Game 係邊場？係2004年嘅 Heat 對 Knicks， B 2010年 Heat 對 Knicks 加勒邦對 Kobe。B 咯。嗱，我覺得你要答多次啦。A 咯。答得非常好啊！簡單喎。Merry Christmas。多謝啊！難嘅，俾佢難嘅。OK， 難嚟嘅。OK， 難嘅話。難嘅。OK， 喺最近5年 NBA Christmas Game 入邊單場攞最高分嘅係邊個球員 ？A SGA B Luka。SGA 定係 Luka？ 係咪 Luka？ 答得啱，佢喺 Dallas 入邊係攞咗50分嘅對 Phoenix Suns， 答得非常好。揸下手先。Merry Christmas， 揸下手。係咪要攞禮物咧 ？OK， 世界上最長嘅聖誕物係幾長咧 ？A 超過30公尺 ，B 超過50公尺。聖誕禮物。聖誕物。
聖誕物30 cm。30公，我唔知公尺咩，我唔記得咗。30公尺定係超過50公尺？嗱，我覺得咧計一個保守估計啲會好少少嘅，即係30定50保守少少。OK， 答得非常好。喺2014年咧，英國製作嘅物咧係有32.56嘅公尺㗎。OK。嚟上課。多謝。拜拜。喺聖誕節期間，邊個商場咧嘅燈飾係最出名嘅咧 ？A 海港城 ，B Times Square。嗱，我覺得咧越小字嘅地方咧應該係好少少嘅。咁 A 係海港城定 B 嘅時代廣場咧？哎，答得非常好，冇錯。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喺歷史上 Christmas NBA game 總分最多嘅邊個球員 ？A 勒邦 ，B Kobe。勒邦定 Kobe？ 嗱，我覺得咧現任嘅球員勁少少嘅，多啲分嘅應該。咁啊，答得波啦，啱啦。佢係有最近呢5年。係啦，佢係有476分嘅 so far。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OK 嚟。香港聖誕節期間咧，特別有咩交通安排咧 ？A 地鐵通宵行駛 ，B 電車停駛。地鐵通宵行駛定電車停駛？嗱，我覺得咧地鐵咧係應該勁少少嘅。咁係地鐵。哎，啱啦，答得非常好。好 ，Merry Christmas，Thank you， 多謝。最近5年 NBA Christmas Game 單場最高分嘅邊個球員 ？SGA 定 Luka？SGA， 我覺得你要答多次，未必係 SGA，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另一個。嗱 ，A 係 SGA 定 B 係 Luka？ 咁就 Luka。係啦，啱啦 ，Luka 啦，咁啊真係。我以為第 C 張牌。係。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香港邊一個冰上場地會舉辦呢個聖誕主題溜冰活動咧 ？A 太古城冰場 ，B 維園球場。咁 A 定係 B 咧 ？A 咯。哎，答得非常好啊！係太古城啊！好猶豫㗎喎。我中意呢啲 Don't think just do 嘅嘢。Merry Christmas， 拜拜。你嚟啊，靚仔。有咩感受啊 ？OK， 好開心。聖誕節期間，香港會舉辦咩戶外市集咧？聖誕市集定年宵市集啊？聖誕。哎，答得非常好。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你哋兩個一齊答啊！香港聖誕節嘅公共假期有幾多日咧 ？A 25號、26號，同埋淨係25號。25同26號。答得啱啊，非常好。我答俾你哋啦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拜拜。其實喺邊個城市出世 ？A 伯利恆 ，B 加利利。加利利。答多次，伯利恆定加利利？伯利恆。係伯利恆啱啊。伯利恆，嚟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好，耶穌嘅老豆係邊個？約瑟定約翰？約翰。我答多一次，約瑟定約翰？約瑟定約翰？瑟定漢？我覺得，哎，瑟啱啊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聖誕節係唔係全世界全國家嘅公共假期？啱定唔啱？唔啱。我得啱，就係唔啱啊！因為中國冇假期。好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你好，你好。哪種顏色係代表聖誕節嘅色 ？A 白色 ，B 藍色。藍定白？啊，唔係，嗱係白定藍？白。哎，答得啱，呢個靚仔樣。白色咧係代表啲咩咧？代表純潔同埋冬天。答得非常好 ，Merry Christmas。咁藍色代表？藍色代表聖母瑪利亞。OK， 我想問香港曾經出過邊個聖誕主題嘅郵票 ？A 聖誕老人郵票，同埋生肖郵票。聖誕係嘛？答得啱。哇！我好聰明。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喺2000年代最多人觀看嘅 NBA Christmas Game 係邊年？邊一場？係04年 Heat 對 Lakers 定係10年 Heat 對 Lakers？04年嗰場係 O'Neal 對 Kobe，10年嗰場係勒邦對 Kobe。嗱，我覺得咧有多少少歷史嗰啲咧先多人睇嘅，咁咧所以係 A 定 B 04定10咧？有歷史多啲人睇。係啦，咁應該有歷史啲喎。哎，啱啊，冇錯，嗰場 game 咧係有1300萬睇嘅。OK，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喺平安夜入邊，年輕人中意喺邊度倒數咧 ？A 蘭桂坊 ，B 維多利亞公園。我俾你答多次。你知唔知邊個蘭桂坊啊？OK， 蘭桂坊係咪蘭桂坊 ？OK，Fab， 答得非常好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聖誕樹嘅傳統最早起源於邊個國家 ？A 德國 ，B 英國。喂，德國定英國？揀啦，德國定英國？聖誕樹嘅起源係德國定英國？英國。嗱，我覺得答多次。德國。係咪德國？係咪德國？哎，答得好，係咪德國？係德國。
喺16世紀嘅，答得啱！哇，你好聰明！聖誕快樂，聖誕快樂！你揀一個啫，聖誕快樂！好，拜拜。傳統上咧，聖誕襪咧係攞嚟裝啲咩咧 ？A 禮物定係食物咧？禮物。答得啱啊，冇錯啦，聖誕禮物，聖誕襪梗係裝聖誕襪㗎啦，唔裝咩係咪？好 ，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我想問香港聖誕節通常有咩表演活動咧 ？A 聖誕合唱團定係舞龍舞獅？呢個合唱。答得好啊，冇錯。Congratulations！ 你會將會得到一份禮物。Merry Christmas！ 美國幾時將聖誕節成為聯邦假期 ？A 1870年 ，B 1900年。1870年定1900年？我覺得遠少少會好啲嘅。咁即係幾多啊？1870。答得啊！你將會有一份禮物。Merry Christmas！ 拜拜。喂，聖誕老人。係嚟啦 ，OK。聖誕節為咗紀念啲咩事件？耶穌誕生定耶穌復活？耶穌誕生。冇錯。哇！我真係聰明啊！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白色聖誕係通常講緊啲咩意思咧？人造雪景定係天氣轉冷咧？天氣轉冷啊！我答多次嚇，人造雪景？冇錯，因為香港係冇雪嘅，人造啲白色雪出嚟。Merry Christmas！ Who is the most scored point player in the history in the NBA Christmas game? Kobe or LeBron? Most point ever right now in history. LeBron or Kobe? Just because of his age, LeBron. Yeah, of course. Yeah, you're correct. Yeah. Yeah, Merry Christmas. Yeah, and you will appear on my YouTube channel. Really? Yeah. Wow. Hello, YouTube channel. Yeah. Santa's YouTube channel. Amazing student. He's too old to be in school, but we still love him. Okay? Yeah, thank you. Try not to eat so much. I'm going to be a thin Santa. Thank you.